伫咧嘉义的中正大学有一个团队，为了要吸引到民雄在地人去重视在地历史，小连续举办老相片的展览。这届用在地相片来讲故事，展现1950年代迄个时阵的民雄。看展览的在地人透过一张一张的相片，了解民雄人50-60当前的生活。相片内底有民俗文化，嘛有农村风景等等的完整社会记录。听老婆咧讲，这样的相片其实会使留落来是足珍贵的，因为会使看到较早咧普渡祭典的时阵，较早是安怎咧进行。1950年到1960年，咱台湾过去增加的这个农村的生活，甲这个民情风俗，当这少年人会当了解。中正大学、中国大学楼的计划团队用在地头人陈连芬在生的时阵所翕的相片来办展览。计划主持人表示，咱家生活条件真好，毋但陈连芬留落来100张相片，但是家族嘛对整个民雄的发展有真重要的影响。陈连勋是这个丰收村陈石华洋楼的这个后人，那他们家里有2位当过民雄乡的乡长。透过这种照片，虽然在当时可能是一个不经意的历程，但是他却为这个地方留下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录。除了老相片的展览，中国大学楼的团队嘛，把长久以来伫民雄调查的记录，用数位化的方式放伫咧网络顶面，希望会当请做在地文献资料，吸引更较侪人共同完成在地记忆再造工程。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